考慮 y 等於正弦 x 嘅圖像，圖像冇斷開，正弦 x 嘅極大值係1，而極小值係-1，圖像嘅周期係2π。考慮 y 等於餘角 x 嘅圖像，圖像喺 x 等於0、正負π、正負2π等等嘅地方斷開，任何餘角 x 嘅值都係大於或等於1，或者係小於或等於-1，圖像嘅周期係2π。餘弦函數圖像嘅特徵與正弦函數相似，圖像冇斷開，餘弦 x 嘅極大值係1，極小值係-1，圖像嘅周期係2π。y 等於正角 x 嘅圖像喺 x 等於正負2π、正負2/3π等等嘅地方斷開，與餘角 x 相似，任何正角 x 嘅值都係大於或等於1，或者係小於或等於-1，圖像嘅周期係2π。考慮 y 等於正切 x 嘅圖像，圖像喺 x 等於正負2/π、正負2/3π等等嘅地方斷開，正切 x 嘅值嘅範圍係無界限，圖像嘅周期係π。y 等於餘切 x 嘅圖像喺 x 等於0、正負π、正負2π等等嘅地方斷開，與正切 x 相似，餘切 x 嘅值嘅範圍係無界限，圖像嘅周期係π。